抱着好祝壽好過年，立委陳亭輝甲前議長郭信良結合各界善心團體所發起的寒冬送暖已經超過24冬。今年的立法院也未正式開議進前，陳亭輝親自召開記者會，強調伊從政偌久，行善就做偌久，而且包括物資甲區域攏慢慢擴大。今年就加入大站門區，期待減輕弱勢家庭過年的負擔，嘛互因感受社會溫暖。受到大家的熱情，尤其互更較儕人佇即個過年的時陣，會當感受到即個社會是足儕溫暖、足儕熱情的，因無孤單，這開始上重要。所以阮佇即個串聯的24冬的過程當中，對一區到兩區，到咱即個台南市吼，全部所有即個原市區的部分，即馬佫加上着咱的大站門區，所以阮若有資源，我們一定會一直擴大。嘛希望講大家拋磚引玉，互咱即個社會充滿愛心。24冬來，這是阮即個歷史的使命，嘛是阮感覺愛關懷弱勢的重點。立委陳亭輝的號召，飛飛團隊寒冬送暖行動無停過，大家相招做愛心，每一冬平均募集300-400萬的物資投入，相當甘心。今年將對2月8號上午9點開始，佇原台南市6區甲站門區來送愛心，預計有4500戶的低收入家庭受惠。台南新聞龔吉採訪報道。